声带病医一位86岁罹患大肠癌的女性，在接受手术治疗时阵，经由荧光显影辅助系统的帮忙，发现原本肠仔要手术的位置血管流量无够好，所以手术医生当下就决定要加切断一段肠仔，并找到血液流量较好的所在才做手术，避免手术的所在有效无完整而泄漏，造成并发症的可能。我们在做肠道的血管的评估，以及后续肠道吻合处后续的血管的供应量的评估，都可以达到比较优良的评估成果。对于一些术后是否会造成渗漏，我们会有更有客观性的一些评断工具可以来做评估。因为基本上大肠直肠癌在我们国人是比较常见的癌症之一啦。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对于术后的一些吻合处的并发症发生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越低越好。加上这个荧光显影辅助系统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吻合处的渗漏，有更好的降低这个几率的可能性。之前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肉眼来做评估啦，就我们用肉眼评估这段的肠道的血液的循环好不好。如果 OK 的话，我们接起来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加上这个的话，我们有用另外一种评估方式来决定说，我们接完之后，它血液循环够不够，够不够理想。如果不够的话，我们是否要做下一步的处置方式？像是说可能需要重接或者是说我们预防性做个大肠脏直性造口来保护这个接口。这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手术当下的决策这样子。林伟霆医生指出，大肠直肠癌发生的原因跟个人饮食改变有关系，因此平常时就要避免高热量、高糖、高脂肪的饮食。伊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现有血便，或者是排便习惯改变等，建议到大肠直肠外科门诊查询，会当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